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跟嘉浩学习汉语的阅读节目，我是嘉浩，很高兴每周能陪伴大家一起学习汉语，提高听力能力。今天我向大家分享的文章名字叫做《择一人爱一生》，我们一起来听。什么是幸福？我听到最好的答案是，幸福不是金银成山，不是重权在握，不是长生不老。幸福是由每个微小的生活愿望组成的。当你饿的时候，可以吃到美味的饭菜；当你累的时候，可以舒舒服服地睡到自然醒；当你想被爱的时候，有人轻轻地抱着你，说我爱你。幸福就是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，度过漫长的一生。在繁华的世间，守一份美好，在拥挤的人群等一个身影。若能与所爱之人年年续续相依相守，即便粗茶淡饭，修理种田，也觉得时光静好，未来可期。有一位听友告诉我，世界上有2种浪漫的情感，一种叫相濡以沫，一种叫相忘于江湖。要和最爱的人相濡以沫，要和有怨无分的人相忘于江湖。或许谁也不能保证爱情能够一帆风顺，你会经历一些无疾而终的感情，会错过一些对你很好的人，但是你一定也会遇见某一个人，让你坚定地走向他，无比珍惜他。择一人爱一生的意思，不是指一生就爱过一个人，而是说这一生要有一个人爱到底。是钱钟书说的，我见到他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，我娶了她几十年，从未后悔娶她。因为是你，所以长情。爱一个人没有什么标准，只是柔衰的感觉，跟他在一起真好。像胡适与汪东秀，一个是留美7年的博士，一个是没文化的乡村女子，两人看似极不般配的组合，却相亲相爱了一辈子。胡适还为了太太写下了著名的新3从4德：太太出门要跟从，太太命令要服从，太太说错要盲从，太太化妆要等得，太太生日要记得，太太打骂要忍得，太太花钱要舍得。许多人笑胡适怕老婆，但胡适却不在意。爱情往往是相互成全，它是心与心的交流，是面对面的包容。所谓的怕老婆，其实不是真的怕，只是爱的另一种表现形式。有时候爱情就是非常普通，普通到2个人在一起盘算柴米油盐，普通到像喝了一杯白开水的那样平淡。但就是这样普通的爱情，让2个人仍手走过了几10个春秋。正好应了一句浪漫的情话：既然今生遇见你，不如余生走到底。希望往后余生，我们一起走下去。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夜读。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，记得分享给更多的朋友，让其他学习汉语的朋友们一起来学习汉语。今晚向大家说一声晚安，我们下期再见。